如果你平時有睇國際新聞，一定會覺得好詫異。美國同加拿大，全世界最親密嘅一對鄰國，邊界幾乎唔設防，民眾自由來往，幾十年以來，軍事同經濟深度綁定，點樣會一夜之間互相揮起關稅大棒，直接劍拔弩張？美國正式對價值2000億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徵收高達50%嘅關稅，消息一出，整個北美商界即刻炸開鑊，而加拿大亦都唔退讓，直接宣布會針對同等金額嘅美國貨品實施報復，報復關稅將會喺9月初正式生效。好多人見到兩個西方盟友互相開火，第一個諗法就係會唔會兩邊夾埋一齊做戲，演一場鬧交嘅戲俾全世界睇，實際背後早就傾好條件，只係做個樣子。比過往好多國際博弈入面，的確有個表面炒大鑊，私底下達成共識嘅情況。但如果你睇返談判現場嘅細節，就會發現件事遠遠唔係演戲咁簡單。當中既有真金白銀嘅利益衝突，亦都有國內政治嘅現實壓力，當然亦都唔可以完全排除部分動作都有做俾國內選民睇嘅成分。今日我哋就一層層拆開呢件事，睇究竟邊啲係真衝突，邊啲係博弈嘅手段。整件事嘅源頭係舊有美墨加貿易協定嘅到期復審，本來市場普遍預期雙方頂多係為咗少數產業討價還價，最後順利將協定延續落去，唔會鬧到互加高額關稅嘅地步。談判嘅過程比外界想象更加戲劇化。早前幾日，雙方團隊仲不斷釋放消息，話好接近達成共識。甚至美國一度將關稅生效嘅時間推遲，俾雙方再多啲時間傾判，市場亦都鬆咗一口氣，以為衝突可以和平化解。就係所有人以為即將簽署協定嘅最後幾個鐘頭，美國談判代表突然遞出新嘅修改條款，呢一批臨時加出嘅要求，直接觸碰加拿大最敏感嘅底線。加拿大總理卡尼看完條款之後，直接叫停全部談判，將本國嘅談判代表團直接召回，唔再繼續磋商。幾個鐘之後，美國嘅50%關稅正式落地生效。好多街坊可能會問，究竟美國提出咗啲乜嘢條件，令本來傾得七七八八嘅談判瞬間完全破裂？當中第一個，亦都係最刺痛加拿大嘅一點，美方要求約束加拿大日後同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嘅權利。換句話講，加拿大以後同邊個國家做生意，部分要睇美國嘅態度。呢個直接觸及一個國家對外貿易嘅主權、自主權。第二點，美方仲將加拿大本土嘅語言同文化保護政策擺上談判桌，要求加拿大修改部分保護本土文化嘅規則。呢一點喺加拿大國內係極具爭議，好多人覺得自己國家點保護本土文化，唔應該由外國指手畫腳、持手持。第三就係汽車產業嘅規則調整，美國要求大幅提高北美汽車零部件嘅本土佔比，仲硬性規定相當比例嘅零件一定要係美國本土生產。如果呢套規則落實，幾十年建立起嚟嘅加美汽車跨境分工體系會受到毀滅性打擊。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大堆汽車工廠會直接面臨生存危機。面對呢一堆臨時拋出嘅新要求，加拿大總理卡尼後來發表全國電視講話，講得非常直白。佢話我哋遭受襲擊，唔可以為咗一份協議就出賣自己國家嘅主權，所以寧願承受關稅帶來嘅損失，都唔會妥協讓步。跟住就宣布針對2000億美元嘅美國貨品實施對等嘅報復關稅，覆蓋嘅產品包括鋼鐵、家電、紙張、電子產品同奶製品等等好多門類。睇到呢度，好多人會繼續思考，如果係真嘅撕破臉，咁美國點解要咁做？加拿大70%以上嘅出口貨品都係賣去美國市場，加拿大經濟對美國嘅依賴程度相當高。美國明明佔住優勢，點解唔慢慢磨，反而選擇用強硬關稅直接攤牌，唔怕將盟友徹底推開嘛？我哋可以先睇美國國內嘅現實壓力。美國國內有幾個強大嘅產業遊說團體、奶農團體、汽車工會，長期以來一直向白宮施壓，覺得加拿大嘅奶業保護機制將美國農產品擋喺門外，同時覺得好多汽車零部件生產搬到加拿大，令美國本土藍領失去工作崗位。特朗普政府要兌現競選嘅承諾，就要回應呢一部分核心選民嘅訴求。喺美國嘅思維入面，貿易唔係講究雙贏，而係計算究竟美國有冇吃虧。就算係幾十年嘅盟友，只要美國覺得貿易數據上面出現逆差，就會視之為不公平。
所以就算面對加拿大，都會毫不猶豫動用關稅武器。呢個亦都係過去幾年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嘅一貫風格。更加深一層嘅盤算就係重塑整個北美地區嘅貿易規則。美國唔單止只想賺多啲生意，而係想透過呢次談判令加拿大變成更加服從美國意志嘅經濟夥伴，限制加拿大向外拓展貿易夥伴，鞏固美國喺北美洲絕對嘅主導地位。唔想見到加拿大同其他國家走得太近，削弱美國對整個北美大陸嘅控制力。咁轉過頭睇加拿大。加拿大唔係完全冇籌碼，好多人忽略咗能源呢一張王牌。加拿大供應美國絕大部分嘅天然氣，超過80%嘅進口電力同埋60%嘅原油進口。美國好多本土城市嘅能源供應係高度依賴北方嘅鄰國。如果貿易戰持續升級，加拿大手上嘅能源武器隨時可以反過來，令美國承受巨大代價。當然，啟動報復關稅，加拿大自己亦都要付出代價。美國好多進口嘅水果、家電、農作物加咗關稅之後，最終嘅成本會轉移到加拿大普通老百姓身上，物價會有上升壓力。國內好多依靠美國市場嘅出口工廠，亦都會面臨訂單萎縮嘅風險。所以對加拿大來講，選擇反擊唔係一件輕鬆嘅決定，背後要承受本土社會嘅各種壓力。講完雙方嘅真實利益，我哋反最開始嗰個問題。坊間好多人講嘅兩國做戲呢個講法，究竟有幾多可信嘅地方？如果話完全係演一場戲，兩邊私底下已經傾好一切，只係做俾外界睇，咁就有多邏輯講唔通。首先，如果只係演戲，美國唔需要喺談判最後一刻加入直接損害加拿大主權嘅條款，呢啲條件係加拿大國內無任何政客敢輕易接受。一旦妥協，執政黨會承受國內極大嘅政治風浪，總理嘅民意支持率會直接重創，冇人會拿自己執政嘅根基去配合一場演出。其次，互相加徵高額關稅會對兩國企業、農民、普通消費者造成真實嘅經濟損害，企業嘅訂單混亂，供應鏈要重新調整，無數中小商家會直接受傷。呢啲損失唔係演戲就可以抹走，商界嘅游說壓力亦都係真實存在，唔係劇本寫出嚟嘅反應。但我哋亦都唔可以話整件事完全冇表演嘅成分。無論係美國嘅執政團隊，抑或加拿大嘅政府，兩邊都要面向本國嘅選民。美國要向本土嘅工會同農業選民展示自己敢對盟友強硬，為本國爭取利益。加拿大總理亦都要向本國民眾證明，面對大國施壓，自己唔會卑躬屈膝，會捍衛國家嘅權益。所以公開講話、高調宣佈關稅措施嘅畫面，的確有一部分係做俾本國國內民眾睇嘅，政治效果連連令令。換句說話講，真實嘅狀況唔係完全反目，亦都唔係全套做戲，而係真實嘅利益衝突，夾雜住雙方國內政治嘅表演成分，真真假假混埋一齊。呢個亦都係現實國際博弈入面最常見嘅狀況。好多人會好奇呢場關稅戰後續會走向邊一個方向，有唔有可能一路升級，抑或過一段時間雙方又重回談判桌？現實嘅情況係短期之內，互相加徵關稅嘅局面已經擺喺眼前，加拿大嘅報復措施即將正式落地。美國貿易代表亦都公開講，暫時冇計劃重新啟動磋商，雙方嘅氣氛跌到低點，粗糙。但兩國幾十年深度綁定嘅經濟關係，唔會因為一輪關稅就瞬間切割。兩國每年幾萬億規模嘅雙邊貿易，無數跨邊界嘅工廠、能源管道、交通網絡，都將兩國緊緊綁在一起，完全脫鈎嘅代價，兩邊都承受唔起。所以最大嘅可能性就係經歷一段互相傷害嘅陣痛期，企業承受損失，民眾感受到物價變化，商界不斷向政府施壓。過幾個月之後，雙方再重新坐返談判桌，再一次討價還價。但係今次過後，美加之間從前種毫無防備嘅盟友關係已經回唔到從前。就算日後達成新協議，加拿大亦都會更加警覺，想辦法降低對美國單方面嘅經濟依賴，積極尋求更多其他嘅貿易夥伴。而呢一場衝突帶來嘅啟示，亦都遠遠超出美加兩國本身。過去大家印象之中，同一個陣營嘅盟友就會互相遷就，唔會用關稅武器對住自己人。但而家可以睇到，
就算係幾十年嘅好朋友，當本國利益同國內政治需要擺最前面嘅時候，一樣會毫不留情亮出貿易大棒。如果換轉係你係加拿大嘅決策者，面對比自己強大好多嘅鄰國，一方面要依賴對方嘅市場，另一方面又要守住自己國家嘅主權底線，你又會點樣去拿捏當中嘅平衡？而隨住越來越多國家將關稅同貿易規則當作博弈嘅工具，未來全球嘅貿易環境又會走向點樣嘅局面？